Hello，大家好，我係 Slash K。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感情嘅問題啊。嚴格嚟講咧，應該話係冇感情嘅問題先啱，因為咧今日想同大家講長期單身呢個議題。咁我相信咧，大家身邊都總會有幾個都好長年單身嘅朋友啦，或者你自己本人就係啦。明明咧個人都正正常常嘅喎，但係咧就唔知點解一路都揾唔到伴侶。然後咧有啲人就會話啦：哎呀，一定係佢個人有問題啦，所以先揾唔到另一半啦。哎呀，佢個人太內向啦，或者係佢都唔識同人傾偈嘅，又或者佢太粗魯啦，又或者佢唔夠靚仔唔夠靚女咯，唔夠吸引力咯，諸如此類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基本上呢啲講法都係完全 bullshit 嘅。講真咧，條件或者性格再差嘅人，我相信大家都有見過唔少啦，都依然係會揾到另一半噶嘛。而講真，其實人人都一定有佢嘅優缺點噶啦，所以長期單身嘅問題咧，根本就唔係呢啲咁表面嘅問題咯。如果唔係條件或者性格嘅問題，咁到底係啲咩問題呢？我覺得咧，其實係思維嘅問題。咁我自己根據對一啲不同長期單身人士嘅了解啦，總結咗下面4個思維嘅狀況嘅。咁每一個長期單身嘅朋友咧，我覺得點都會中最少1樣，甚至可能係4樣都中晒。如果你自己都面對緊長期單身，但係咧你其實係想揾另一半嘅喎，咁你就要睇埋落去啦，睇下我有冇講中你啦。第一個都幾常見嘅情況咧，就係一啲高功能單身嘅朋友啊。咁唔知大家身邊會唔會總有啲單身嘅朋友呢？其實佢哋嘅生活咧都幾穩定嘅，即係不論係講緊工作或者係經濟條件啦，又或者係人際關係，咁佢哋咧都有穩定而且為數不少嘅朋友圈啦。平時咧真係不乏朋友可以一齊去下旅行啊、食飯睇戲啊、興趣娛樂啊咁樣嘅。所以就咁聽落咧，都會覺得呢啲單身嘅朋友要揾伴侶去陪伴或者提供情緒價值嘅需求咧，就好似係冇咁大嘅。即係話呢個時候，佢哋進入一段關係咧，其實係意味住要打破呢一個平衡。你要重新分配你生活嘅時間同埋先後次序啦，而且仲要同呢一個對象磨合相處，而有機會會牽動你嘅情緒啦，破壞咗你一直以嚟嘅平靜。所以雖然你內心咧其實都希望有伴侶嘅，但係同時咧又唔係太想承受呢啲改變喎。於是咧你喺無意識之間咧，令到你嘅感情生活一直都係空白啊，嚟令到自己可以保持現況。但係咧我都想呢啲朋友咧認真咁樣諗下嘅，你真係覺得你而家呢種一個人嘅生活係你想要嘅嘢？嗱，人越嚟越大啦，其實朋友聚會大家都開始會個個都一 pair pair，甚至乎係講緊一家大細。而你自己咧都仲係自己嚟自己走，咁呢個係咪你想要嘅狀態先？如果你真係能夠面對呢一種處境，而內心咧係真係冇咩不安同埋寂寞嘅話咧，其實一直單身咧真係完全冇問題嘅。我都有朋友咧喺好早嘅時候咧就已經立定心志係唔拍拖唔結婚嘅，所以佢哋好早咧就會為自己嘅單身人生做準備，不論係講緊情感情緒上嘅需要啦，或者係現實經濟上。咁我覺得咁樣咧都可以好好生活㗎。但係如果你又唔係立心上一個人，都真係想有個伴侶，可以同自己一齊面對以後嘅人生嘅話，咁你就唔好再匿喺呢一種平衡同埋平靜裡面啦。因為呢個只不過係你表面虛假嘅平靜嚟㗎咋，唔係你內心真正嘅狀況。咁唔知頭先第一個情況會唔會都係你嘅情況啦？咁啊可以聽埋之後啦。咁啊第二個情況咧就係好多長期單身嘅朋友咧係誤用咗工作思維咧嚟衡量愛情嘅關係。點解咁講咧？呢啲朋友咧習慣好多嘢咧都會用 KPI 同埋效益咧嚟量度㗎，好驚嘥時間或者浪費感情啦。比如佢哋接觸一個對象嘅初期，或者都講緊只不過見咗面1-2次啦，就已經開始量度緊，對方值唔值得呢？如果最終大家唔成事咧，就唔好嘥時間啦。但係其實咧，愛情嘅關係最吸引人嘅地方，本身就係嗰種不確定性啊嘛。
尤其是曖昧時期嗰種估估下，即係嗰啲，哎呀，你係咪都對我有意思呢？誒，你做呢啲嘢有啲咩用意呢？或者你點睇我呢個人呢？諸如此類啦。咁呢啲本身就係感情發展初期最令人着迷嘅地方嚟㗎嘛。如果你喺初期已經好急於要推進個關係，覺得要保證成事先至會繼續嘗試同埋付出，咁通常呢，第一就一定係會嚇怕咗對方啦。二嚟就係感情本身要成到事呢，係必然要經歷先付出㗎。而就算最終真係付出咗唔成事，其實都唔算係失敗，起碼你都賺咗個經驗啊嘛。所以如果你想可以真正進入到一段關係，就唔好咁機關算盡啦，因為感情同埋關係呢係冇得咁計㗎。好啦，跟住就去到第三個狀況啦，就係價值誤判啊。呢個 point 咧，應該對有啲人嚟講咧都幾殘酷㗎，就係可能你一直都誤判咗你自己嘅價值啊。有啲人咧可能會諗，哇，我有車有樓㗎喎，或者喂，我工作上都有一定嘅地位啊，又或者我都有返咁上下學歷啊，諸如此類，就覺得自己都幾有條件啊。但係咧，感情世界其實唔係單一維度去量度㗎。你以為嘅高價值咩？可能喺對方眼中咧，真係一啲都唔稀罕㗎。尤其是你一直以嚟 target 緊嗰啲所謂乜嘢 level 或者層次嘅人啦，其實好有機會真係唔會對你有興趣。又或者咁講，其實咧，你一直都將自己放咗喺一個唔適合嘅 market 啊。嗱，舉個例啊，即係話，譬如而家有一個超靚嘅日本蜜瓜咁樣，無啦啦放喺一間高級首飾店裏面賣喎，你估下有冇人會買？邊有人會去首飾店嗰度買生果先得㗎？就算你點 sell 都唔會 sell 到喺首飾店賣得出一個蜜瓜咯。但係如果你將呢一個靚蜜瓜放翻喺 AEON 超市或者嗰啲靚生果鋪嗰度啦，真係轉個頭就俾人買咗㗎啦。所以唔係你本身嘅條件唔好，或者你冇價值，你以為你 target 緊嘅嗰種對象會當你眼中自己嗰啲條件係一回事咩？其實事實唔係啊，因為感情關係嘅所謂條件呢，係一樣好立體嘅嘢嚟嘅，好多時係講緊一個整體，而唔係話一兩個項目特別突出就會有吸引力㗎。所以咧，大家唔好成日淨係諗啊，我要揾一個點樣嘅對象，對方有咩條件嘅。首先，大家自己都真係要去正視一下自己嘅客觀條件先，到底同咩類型嘅人一齊先至係門當戶對呢？而呢一個情況呢，其實仲引申咗一種好微妙而且都幾難以察覺嘅心理，就係點解有啲人呢會專門鍾意一啲明顯對你係冇興趣嘅人啊？其實你追求緊嘅呢，就係呢一份不可能啊！呢份不可能呢，可以令你逃避真正嘅親密關係，即係話你唔需要真係同對方進入呢個關係，但係你又可以有嗰種愛情嘅幻想同埋寄託喎。所以咧，有唔少嘅情況咧，會變成係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啦，呢一啲你有興趣嘅對象都開始變得對你有興趣，而且似乎真係有機會發展嘅時候咧，你又會開始唔中意對方㗎咯喎，因為對方破壞咗呢一種不可能嘅關係啊，你就會突然之間退縮啦，甚至係厭惡。其實呢種狀態咧都有啲病態，但係好多時候呢個狀況嘅朋友咧，自己係未必有為意㗎。大家可能淨係純粹以為，哦，因為我同對方了解咗一定程度啦，覺得對方唔適合自己，咪冇興趣咯咁。但其實咧唔係咁簡單。如果大家咧回想返自己過往出現嘅對象咧，似乎都有個咁嘅 loop 嘅話咧，咁好有可能啊嚇，你都真係同樣有呢一種逃避親密關係嘅狀況。如果係咁咧，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揾下啲專業嘅輔導咧去處理下。其實通常咧都不外乎係同成長經歷啊或者挫折有關嘅。如果唔處理好呢一種心態咧，咁你真係可能一世都唔會成功揾到另一半嘅。最後第四個情況就係咧，你嘅內心嘅隱形防禦機制係令到你冇辦法同你嘅對象更進一步。呢個咧係同自尊心同埋自卑感咧係有莫大嘅關係。有好多長期單身嘅朋友咧，喺同一啲對象相處嘅時候咧，會有兩種極端嘅狀況。一係咧就係由下而上，
覺得如果對方揀你呢，就好似皇恩浩蕩咁啦，佢肯俾機會你啊咁。一係呢，就由上而下將自己吊高嚟賣啦，要表現到自己對對方一啲興趣都冇嘅，或者呢一定要對方付出好多好多先至會回應少少嘅。其實呢，所有嘅伴侶關係可以發展到落去呢，係因為平等啊。當雙方有差唔多平等嘅關係呢，先至會令到個關係平衡同埋舒服㗎。嗱，首先講嗰種由下而上，即係當咗對方係男神啊、女神啊咁樣去奉承啊、討好啊咁啦，其實呢係注定失敗嘅。即係講真，連你自己都覺得對方係神，自己低等啲嘅喎，咁對方點解要降格去接受你呢？嗱，真係冇人會想同一個比自己差好多嘅人一齊嘅，因為咧都總會期望伴侶係為自己帶嚟正面嘅改變多於負面嘅改變㗎嘛。咁你呢一種自卑嘅心態同埋表現呢，係反而令到對方咧直接將你淘汰咗、篩走咗。而至於嗰種永遠都係由上而下，成日表現到唔當對方係一回事啊，即係表現到好似覺得對方係高攀你啊。明明你都有啲興趣嘅，但係咧就要故意好冷漠啊嗰啲咧，你要知道咧，呢個世界咧冇人會長期無條件咁樣付出同埋圍住你嚟轉㗎。就算你阿爸阿媽都做唔到啊，更何況係一個同你未有任何關係嘅人。你呢一種唔願意開放自己嘅呢一份自尊心咧，淨係會推走晒所有有機會嘅對象㗎咋。你想表現到自己好似睇唔上任何人咁樣咩？但事實咪就係你咁多年都仲係自己一個人咯。所以講返啦，即係長期單身呢，唔係因為你唔夠好啊，好多時呢係因為你太過習慣去保護自己。當然嘅，我哋喺呢個世界打滾得越嚟越耐呢，最快要學識嗰樣嘢呢，就係點樣保護自己。但係愛情呢，就偏偏係一件最需要冒險同埋展示脆弱嘅事。如果咧你一直都係有頭先嗰4種思維嚟面對所有嘅感情啦，咁其實咧你唔係揾唔到伴侶，而係你潛意識入面咧拒絕緊任何人成為你嘅伴侶啊。其實要面對自己思維上面嘅一啲盲點咧係辛苦嘅，但係真係唯有當你肯拆晒呢啲防禦咧，你先至可以真正睇到自己嘅需要，揾到嗰個可以同你對等同埋並肩嘅人啊。同埋咧，唔好成日再將嗰啲隨緣啊呢啲咁嘅説話掛喺口邊啦。即係所謂嘅緣分啊，係留俾一啲有心理準備嘅人嘅。而呢個準備咧，唔係話你要變到好完美啊，即係要有啲好好嘅性格，再加埋好好嘅外表，唔係呢啲啊，而係指你有冇勇氣去打破現狀啊，承認自己其實都真係需要愛嘅喎，同埋咧願意去承擔嗰種不確定性。咁我希望今日呢條片呢，可以幫到啲想要愛情但係又得唔到嘅朋友啦。如果你覺得邊個 point 講中咗呢，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見想分享呢，歡迎喺下面嘅留言，我哋一齊討論下啦。咁記得 like 條片啦，同埋 share 條片俾你身邊嗰位高品質單身嘅朋友睇啦。我係 Slasher K，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